我小时候呢，是我阿嬷带的，因为我妈要去上班。那我阿嬷带我，所以我基本上是全母语台语。那我的华语是上了小学以后才在学校学的。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小学的时候，我的学校还是有禁止使用方言，所以就变成可能我本来还是会一些台语，变成完全不会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小时候如果去阿嬷家，就是会在阿嬷家都是讲台语。那有时候因为我其实也是想讲，可是就是常常会被取笑说啊讲不流利啊，然后发音不标准啊，你不如不要讲好了。我就是变成一个只听得懂，可是不会说的人。快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去了台中念书。那时候我的朋友都是台中人，各个地方来的人都有，那很多人都在讲台语。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讲，我也没有很深的这个感觉，觉得说我要把台语捡回来。到了澳洲认识我先生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讲很多的韩文，跟我先生都是用韩文在沟通。所以因为韩文跟台语很像，所以我的台语就又被弱势化了。那是真的到我的孩子的这几年呢，他们可以阅读一些中文书，然后在中文书里面，我们遇到了很多就是这些跟台湾有关系的词。我的第一反应，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是用台语在使用了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天哪，好像用华语没有办法跟他解释这些东西。然后我就渐渐有这个想法，觉得说，哎，对呀，为什么我们不学台语呢？然后也有看到几个在海外的家庭，他们是把台语推在华语前面，然后他们台语、华语、英语或者是其他语言，就是全部都可以，就是都可以掌握得很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是啊，也许是时候我要把台语就是带来我的生命里。然后，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很有效的方法，或者是知道很多的资源，所以我就是零零落落的这里看一点，那里看一点，觉得好像没有得到很大的支持。感觉有在做的就是我让我的孩子持续听台语歌，在车上，我们都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让他们听台语歌，所以他们会唱蛮多首台语歌。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语言是只有听歌，然后没有在使用，所以他们会唱，朗朗上口，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只知道一小部分的一点点。那是到了这次来台湾呢，我的孩子告诉我说，嘿，他们发现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人在说台语。这个角度可能跟很多就是台语家庭的角度看的会不一样，会觉得说台湾现在就是太少人在用台语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台语救回来。可是我的孩子的角度是，他们以为台湾是一个只会说华语的地方，所以当他到了台湾之后，他听到了很多他听不懂的，他知道那个是台语，他们其实对台语是有感兴趣的。他们会觉得说，哎，如果今天我可以也知道这些台语在说什么的时候，我在台湾的时间是会更有趣的，更有意义的。我觉得分享会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，然后所以在分享会从头到尾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然后觉得有非常多的共鸣。因为我自己的热情的关系，主要是陪伴非常多在海外想要教孩子学中文阅读的家庭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有些是在国外出生，然后有些是可能是幼稚园的时候去，或者是甚至有到小学5、6年级，然后他们就是去了国外。那因为没有比较少用这个语言嘛，当时他们在国外可能有很多因素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不会自己读。那长大以后，他们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他们想要把学中文陪孩子一起找回来。那我其实是认识非常多的家庭，他们是真的从自己不会说中文到和孩子一起重新学，然后和孩子一起也都能读中文的这个过程。那在看他们的时候，我再回来想我自己，为什么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台语也是在我身上是可以这么做的？所以在分享会的时候呢，又听到丽璇讲到，有很多反而父母不会说台语的家庭，他们的小孩子可以讲得更好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有了这个连结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自己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不管是在对会说台语的人，还有在对我不会说台语的孩子，我就是讲一次国语，再讲一次台语。我感觉我只是在短短时间里面，就是我的台语回来了非常多，好像是那个上小学之前
不会说台语的自己回来了，回来在我的身上了。对啊，那虽然说目前我的台语还不是就是讲得非常好，不是非常流利，还有很多词我不会，然后发音不是很标准。可是我相信语言是这样子，我们需要一直说它，就算犯错也没有关系，它是会一直在就是错误之中，然后我们会有办法一直去不停的自我修正。那我有告诉我的阿嬷，我现在就是又重新开始学台语，那我非常感动，我的阿嬷她很温暖的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说我会再教你一次，你不会的我会再重新教你。告诉你，因为我们在台湾都是学英文，美式英文。我去澳洲，我简直就是被打脸，就是整个鼻青脸肿，听不懂。因为我第一个城市还去了达尔文，达尔文是在澳洲的北边，然后他们澳洲人因为苍蝇很多，所以他们讲英文的时候都是嘴巴闭起来。还有因为我那时候背包客，所以我遇到了各国的，你就要去有那个环境，所以你有机会知道 ，OK， 这是德国人的英文，这是韩国人的英文，这是台湾人的英文。其实你说腔调，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学语言的关系，腔调是一件优势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少人在讨论。腔调是代表你这个人的背景，而我们应该去赞扬每个人的腔调，因为这就是你的特点，你的特质。可是我觉得在很多我们过去的学语言的这个角度，就会觉得说，他这个发音不标准。可是什么叫做发音不标准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讲中文要北京腔标准嘛？那台湾人全台湾人都没有人发音标准吗？那为什么台湾国语要被打压呢？为什么呢？台湾国语就是它是有特性的啊，你喜欢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就是不要台湾国语？所以我就常常讲，到底什么是标准的国语呢？是不是不觉得很搞笑吗？那也没有标准的英文啊。你喜欢的英文就是好英文，有些人喜欢苏格兰腔，有些人喜欢英国腔，有些人喜欢美国腔，那这样子全澳洲人的英文都不标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讲的还是英文吗？好，我觉得语言这样子能沟通就好，你跟你想说话的人，你能沟通的人沟通，那个就是一个语言的真正的重点嘛，代表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们共学会是主体是孩子，可是分享会的主体是成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成人不做改变的时候，你影响不了孩子，所以所有的改变必须由成人做起。譬如说，像我妈、我的阿嬷、阿公，他们都是说台语的。然后或者是像我自己是小时候上学之前是全台语的，需要有更多的人都来把这个台语说回来，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少人说。那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，像我就发现我的妈妈和我的阿姨，虽然说他们是一辈子讲台语的人，可是这一次在我重新跟他们开始说台语的过程，我发现他有非常多的字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自己讲的机会也是有限的。那可是我看立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立璇很厉害。为什么立璇能说的却比我的妈妈多？因为立璇有一直在说，所以这是全民运动，就是只要你家背景里面是有台语需要的，大家每个人都需要把这个语言讲回来。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学英文很重要，可是学台语没那么重要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翻转的想法。如果我们第一先不要想学语言是一件难的事情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学英文难不难？就如果没有这个环境，会蛮难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要先把这个想法改掉，因为你先觉得难，你就会难。所以如果你不先觉得难，你就没那么难。那你需要是什么？你需要是很多人告诉你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长期被洗脑，学语言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没有，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把学台语放在学英文前面。如果每个人都是可以多语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把台语排在前面？英文是讲叫 tonal language， 就是它是有声调的，而它的声调又比中文更多嘛。单语的人要学第二语是最难的，当已经是双语的人，他要去学3、4、5、6就会轻松，因为你的这个大脑的结构它已经把它整理出来了，所以它就只是变成很多的这个柜子要去填东西进去而已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是单语。可是你如果不在他幼儿时期让他可以是双语或者是多语，你等到他
长大以后你才去填那些位置，你就是很难。所以我们其实优势是什么？台湾人的优势，第一，你已经会一个很难的语言了，就是中文。然后，那你第二，如果你又会一个很难的语言，是不是对于你学第三、第四语是有帮助呢？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可以多语并行，每一个都是，而不是只有你的孩子比较聪明，所以你行。我老是就是得到这个说法，然后很多人都说你的孩子比较聪明，所以他们行。不然就有人告诉我说你比较爱你的孩子，所以你可以花那么多时间陪他。然后我就我觉得你也很爱你的孩子，不是这样子的好吗？可是真的是 mindset， 欢迎来参加第2路分享会。